Three-Eye Atlas 144000神嘅約定。宇宙運作講求陰陽平衡，一向地球嘅生活方式係偏向男性力量作為主導。當水瓶時代嘅出現，大量意識被喚醒，投入靈性修行，學冥想、過慢活同向內尋嘅生活方式，一切係因為需要喚醒我哋內在嘅女性力量，令到地球回歸到陰陽平衡嘅狀態。Three-Eye Atlas 嘅出現係一場神嘅約定，呢顆衛星嘅力量係可以令到宇宙嘅陰陽能量恆久結合，係一場神聖嘅婚姻。呢個衛星可協助集體意識放下強烈嘅執念，令到我哋嘅心靈解開抑壓，開放地進化，從物質世界嘅傳統觀念解放出嚟，我哋就可以獲得進入陰陽平衡新地球嘅通行證。喺之後嗰5個月，Three-Eye Atlas 將會喺宇宙穿越，經過火星、金星同木星，能量工作者將會經歷巨大嘅提升，釋放所有過時嘅編程同信念，從而真正體驗校對144000天選之人嘅頻率，與神嘅愛可完美咁融合，擁有同發放更強嘅療癒力量，成為宇宙揚升同進化嘅推動力。Three-Eye Atlas 144000神嘅約定。